为了去许诺迟来的爱。一段情要埋藏多少年？一封信要迟来多少年？两颗心要承受多少痛苦的煎熬，才能够彼此完全明了？你应该会明白我的爱意。虽然我从未向你坦白，我依然默默对你深切的关怀。为什么你还不能明白？不愿放弃你的爱，这是我长久的期待。不能保留你的爱意，那是对他无言的伤害。伤痛的心一片空白，如何面对那迟来的爱？你应该会明白我的爱，虽然我从未向你坦白，我依然默默对你深切的